早晨啊，今朝想分享一本書，叫做《金錢性格》。嗱，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，明明咧就好認真去做記錄，甚至咧連理財嘅 app 都 download 埋啦，但係到咗月底咧，啲錢就硬係唔知去咗邊嘅。嗱，其實啊，問題就唔係你冇 discipline，亦都唔係咧你冇財運喎。原來咧係因為你一直用緊一啲唔適合你性格嘅理財方法，就好似叫一條魚學樹熊去爬樹，邊得㗎？作者咧就提出過一個好正嘅概念，叫做金錢故事。嗱，其實啊，我哋每個人咧對錢嘅睇法咧，好多時都喺冇意識嘅情況底下，俾父母同埋成長嘅環境所影響。嗱，例如嗰個人細個聽得多，唔辛苦，邊得到世間財啊？大咗咧就會變成工作狂啦。又或者咧，有人覺得及時行樂先至係人生嘅意義，結果咧就變咗月光族喎。嗱，呢啲潛意識裡面嘅古仔咧，正喺度無聲無息咁樣控制緊你嘅行為。嗱，如果你唔重新編程、重寫呢啲古仔嘅話咧，再完美嘅理財方法放喺你面前咧，都係冇用嘅。書裏面咧就將我哋天生嘅生財天賦啊，就分成咗4種嘅動物性格。第一種咧就係工作狂，好似隻牛咁，相信勤力做嘢咧就一定有回報啦。第二種咧係創造者，好似一隻馬騮，滿腦子咧都係一啲新嘅 idea，最中意咧就係冒險創業。嗱，仲有一啲咧係靠觀察加上邏輯分析嘅洞察者，即係狐狸，同埋靠人脈合作嘅攝石人海象。嗱，每個人通常都係混合型嚟嘅喎，有一個主要加上一個次要嘅性格。嗱，當你揾到自己係邊一兩種動物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知道自己係應該去買股票啊，定係自己搞生意啦。咁書裏面咧就有套理論啊，就叫做財務表型，即係咧你嘅天性加埋後天嘅環境結果。作者就用紅鶴做咗一個比喻，紅鶴咧就天生係白色嘅，但係因為佢食咗一啲含蝦青素嘅物質，咁於是乎咧就令到佢嘅身體咧變成微微粉紅色。嗱，理財咧都係一樣。你處於一個金錢嘅環境裏面，會決定你最終嘅結果㗎喎。如果你身邊啲同事日日都換 iPhone 啊、換車啊，咁你嘅心理上面咧，自然就會好容易令到你個荷包好快冇晒錢㗎啦。所以咧，除咗了解自己嘅性格管理好你身邊嘅金錢環境咧，都好重要㗎喎。嗱，咁我哋應該喺日常生活又點樣做呢？作者咧就建議要建立一個自動化嘅財務系統，等潛意識裏面嘅控制力咧唔好成為我哋嘅障礙。具體嘅建議咧就有3步。第一，視覺化目標，諗下未來3到5年你想過啲乜嘢生活呢？越具體咧就越好，因為咁樣會帶俾你動力啊嘛。第二咧就係建立3個基本嘅賬戶分別係賬單賬戶、儲蓄賬戶同埋日常賬戶。嗱，一出糧嘅時候咧就自動將啲錢轉入去儲蓄賬戶裏面，之後先至分俾賬單賬戶同埋日常賬戶。嗱，呢招叫做眼不見為乾淨啊。第三咧就根據性格微調。嗱，如果你係創造者，記得準備定一個足夠你3個月用嘅緩衝賬戶，預防你一時衝動買錯嘢，做錯決定。嗱，如果你係工作狂嘅話咧，就要設定一個娛樂賬戶啦，提醒自己喺適當嘅時候要消費，千祈唔好做咗守財奴。嗱，總結嚟講理財咧根本就冇特定嘅一門硬道理嘅。
主要咧就係管理你自己嘅情緒同埋行為嘅技巧。嗱，了解自己嘅性格咧，就唔係話想揾藉口喎，而係要揾一條最舒服嘅致富路徑。嗱，聽到呢度，你覺得你自己係邊種動物呢？你而家嘅金錢故事啊，究竟係幫緊你定係害緊你呢？嗱，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呢就到呢度，希望呢本書可以為你帶嚟啟發。我哋下次見啦。多謝你嘅收聽，唔好忘記按讚、訂閱、撳鐘仔，咁先可以好容易揾得返我哋。下次見。